这个教育部颁布的管教学生的办法，讲老师袂当伫下课的时间处罚学生，学生对老师的处罚，嘛会当提出着意见。这若老师反弹，参民间团体拢徛出来抗议。教育部讲，目前搁咧讨论，会搁来修正。拒绝教育部没收教师管教权。花口后希望教育部改变心意。教育部目前修改管教学生的条文。 除了有特殊的状况，袂使伫下课时间管学生，学生嘛会使对老师的管教提出意见，老师就必须调整。我们儿少的心智，他们还未成熟，他们容易被煽动。有很多人在设计这个法律时候，他们没有思考到第一线教师他们会遇到的实际的困难的情况。教育部原本是希望学生嘛会使来表达意见，无希望学校影响到学生休困的权利。不过却引发各界反弹。 唔啊，老师、校长拢无支持，即马连民间团体嘛认为会互老师管教学生更加困难。教育部他并没有弄清楚什么叫做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的意涵。表意权是指让儿少他们有机会能够被征询，而且被表达，而不是说当孩子有不同的意见，当他们反对有异议的时候，然后老师就要停止执行管教。 针对基层人员的意见，教育部16号讲会针对文理各来调整。今仔日已经是18号，教育部讲各当咧修改，嘛互第一线的教育人员面对学生愈来愈为难。